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婷婷的年年蛋糕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婷婷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围裙，大喊：我今天要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年年巧克力蛋糕。哥哥抬起头，看着那个满脸兴奋的婷婷，摇摇头说：你上次煮泡面忘记加水，结果整锅都变成焦炭，这次真的行吗？婷婷叉着腰，我这次一定会成功，我都看过影片教学啦。说完，她就一边唱歌，一边往厨房冲去。婷婷打开橱柜，把所有材料都搬出来，有面粉、糖、奶油、鸡蛋。好，通通到我碗里来吧！她兴奋地喊着。可惜，婷婷太兴奋了，没仔细看清楚食谱，结果她把盐当成糖，倒进去一大匙，又忘记先把奶油打软，直接整块丢进去。搅拌的时候太用力，面糊啪的飞到墙上、地上，还粘到她的头发。这时，突然传来一个小声音：哔哔，错啦！婷婷吓了一跳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会说话的烤箱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又没看清楚步骤呀？婷婷一脸心虚，嘿嘿嘿，只是有一点点忘记啦。反正烤出来一定也很好吃啊。烤箱皱着眉头，不看清楚可是会出大事的哦。婷婷没理他，哼着歌，把面糊倒进烤盘，开心地放进烤箱。过了一会儿，烤箱叮一声，婷婷高兴地戴上手套，成功啦！我的超级蛋糕。结果一打开门，啵啵啵，一团会抖动的黏黏怪跳了出来。那团东西像果冻，又像史莱姆，粘在婷婷的脸上。哔啵，我是蛋糕怪！婷婷尖叫：救命啊！我的脸被蛋糕怪吃掉啦！哥哥在旁边笑到倒在地上。哈哈哈哈！婷婷，你的蛋糕变成外星人了啦！烤箱气呼呼地说：我就说吧，不看清楚步骤就乱来，蛋糕都变怪物啦！婷婷皱着眉，嘟嘴说：可是我只是太想赶快做好嘛。烤箱拍拍她的肩膀：没关系，每个小厨师都会出错，重要的是要先看清楚、想清楚，再开始，懂吗？婷婷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好吧，那
我再挑战一次，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每一步。婷婷擦干脸上的面糊，重新开始。她把所有材料重新排好，拿出那本皱巴巴的食谱。她一边看一边念：第一步，先预热烤箱，好，按下开关。第二步，打发奶油，慢慢搅，不要乱喷。第三步，加糖，嘿嘿，这次是白色那罐，不是盐哦。哥哥在旁边偷笑。哇，婷婷这次变超认真耶！烤箱也笑了，叮叮叮，这才是正确的节奏。婷婷一边唱着自创小歌，我不急不乱，先看清楚，面糊香香，蛋糕不糊。整个厨房这次超干净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味。终于，烤箱叮的一声，香气满满的蛋糕出炉了。婷婷睁大眼，哇，这次看起来超完美！蛋糕松松软软，香气扑鼻，还冒着小小的蒸汽。哥哥试吃了一口，这次真的好吃耶，外酥内香，没怪物。烤箱也开心地说：“恭喜你，从糊涂婷婷升级成细心小厨神啦！”婷婷骄傲地举起打蛋器，哈哈，我学会了，要先看清楚再动手。哥哥笑着说：“那你下次要不要试试看煮泡面？”婷婷拍拍胸口，没问题。这次我会先看清楚步骤，不会再糊涂啦。烤箱微笑地说：“这才是细心小厨神的精神。”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时候我们太想快快完成一件事，就会像婷婷一样，忘记先看清楚，结果事情会变得一团糟。不管是做甜点、拼乐高、写功课或画画，只要能先停一下，看看步骤，想一想怎么做，事情就会更顺利，也更容易成功哦。所以记得一起说：“我先看清楚，再开始。”下次当你想要快快动手的时候，先让脑袋休息1秒，心里默念：“我准备好了吗？”这1秒的冷静会让你变得更厉害，更有智慧哦。婷婷做得到，你一定也可以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